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9月23，马太福音6章31、33节安尼讲，所以无得挂虑讲，阮要食啥物，要啉啥物，要穿啥物，独独大声求伊的国，甲伊的义，就这的物，拢要煞互恁。三甲来祈祷，爱愿无为食穿挂虑，独独大声求你的国的天父，愿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良善甲信实的上帝，你是创造宇宙的主宰，凡事拢伫你的业力甲掌管。主啊，愿仰望你，倚靠你，因为你是阮的供应者，赏赐阮生命一切所需要的稳定。主啊，愿要学了你，因为你的慈爱对古早到现在永无改变。主啊，感谢你赏赐阮每日的食穿，也伫生活中时刻甲阮同在。主啊，无论阮拄着偌大的挑战，你的稳定要到夜原因。主啊，阮就无搁挂虑，要食啥物，要啉啥物，要穿啥物，独独大声求你的国，甲你的义，就这的物，你拢要赏赐互阮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